大家好啊！又再繼續講尋回阿拉伯文明基石。咁前邊咧就已經講到烏亞馬家族響佢哋嘅發展嘅迅速壯大嘅過程當中，但係又潛伏咗好多嘅危機，因為任何嘅新興嘅政權，尤其係響一個好貧窮落後嘅地方，佢哋突然間興起，總會經歷過一啲咁嘅波折，所以佢哋一邊喺度擴充，佢哋軍事能力好強，但係佢哋嘅文化薄弱。另外仲有一個好關鍵嘅因素，治理能力未建立起上嚟。響前面講過嘅馬納克到韋納德，佢哋一邊喺度進攻嘅時候，其實佢哋已經開始逐步請敍利亞人、伊拉克人、波斯人，甚至係埃及人、羅馬帝國嘅一部分人、希臘人開始參與咗佢哋嘅一啲治理同埋文化嘅傳播。因為任何一個王朝，佢要能夠確立得好穩嘅根基，冇文化、冇政治治理嘅好嘅環境、好嘅方法，佢係好難持續落去嘅。尤其係一種治理環境，佢既同周邊人嘅生活方式、文化特質、語言特點、宗族關係各種各類嘅嘢參雜，仲有一個科學嘅發展，呢啲慢慢形成。其實響烏亞馬嘅王朝，佢哋已經有呢啲初步嘅意識，但係仲未形成一種好廣泛嘅治理方法。咁響咁個狀態底下，因為烏亞馬王朝前面講過啦，同亞里嘅後裔人有好激烈嘅爭鬥。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烏亞馬家族，佢哋同哈希姆家族，就係講麥海默德嗰度部分血緣嘅家族啦嚇，就係阿拔斯、亞里呢兩群人。其實阿拔斯同亞里佢哋都係相近血緣嘅，後來就叫做哈希姆家族，一轉流傳到今時今日，響約旦國王都係哈希姆家族。咁啊，前面都講過嚇。咁產生咗呢啲矛盾之後，阿拔斯佢原來就係響亞里定都復發嘅時候，佢哋繼續發展壯大，不斷同烏亞馬家族產生矛盾，形成咗一啲對抗。喺呢個過程當中，阿拔斯呢個人佢最大嘅本事咧，仲係因為響整個阿拉伯帝國向東掃嘅時候，好大部分原來嘅波斯薩珊王朝嘅人，因為我打敗咗，但係仲係心有不甘嘅。阿拔斯充分利用咗呢啲人嘅心有不甘，協助佢哋。因為喺呢啲人裏頭，佢仲會有好豐富嘅政治家、軍事家，喺呢啲族群裏邊，仲有亞里家族嘅後裔。喺呢幾群嘅勢力夾埋嘅時候，其實就係大概喺韋納德當政，實際上馬納克傳交俾韋納德嘅時候，呢個馬納克係第五代嘅烏亞馬，韋納德係第六代嘅烏亞馬，就已經開始好多嘅爭鬥戰亂發生。烏亞馬一邊係向東西兩邊擴展，一邊係要面對住自己內部嘅爭鬥。另一方面就係已經佔領好嘅地方嗰部分嘅治理問題，各種因素交織喺一齊。但係亦都曾經講過，烏亞馬佢哋家族已經開始喺韋納德嘅時候已經開始進攻
歐洲南部嘅伊比利亞半島，向西同黃朝、同中國嘅唐朝開始接觸，產生咗兩場戰役。兩場戰役基本上係小戰役，係唐朝取得咗局部嘅一啲勝利。當時嘅環境就係若處一種咁嘅環境。好啦，今次講尋回阿拉伯文明基石就講到呢度，多謝各位。